这条位于南102线顶的参尾桥，就是连接柳营、新营甲东山的重要道路。这摆市府依照排水治理计划，投入5900万来办理改建，改善桥梁长度不足，影响排水的问题。其中有一条3号主持动土典礼，场面相当热烈。基台工程伫今年12月底会当如期如期完工，也提供地方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。第一铲开工顺利，第二铲送普平安，第三铲一切圆和吉祥。那为什么要增加这个桥的这个长度？因为你要把它拉高的话，那自然就需要引道比较长，那才能够坡度不会太高哈。所以说这样子的话，可以让我们通水断面可以增加，那这个桥的宽度也增加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对于如果下大雨哈落大雨的时候，那个水被套较好套哈。所以原来的田尾桥也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哈，的落大雨的时候，桥就比较不利于通行。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改造，我想说对于民众的交通会有比较好的帮助。外界拢讲市长是欠底，不过市长强调，这省经费就是要大力推动公共建设，并且提高效率。所以参尾桥改建费率全部拢是市预算，未来将改建成12公尺宽、67公尺长，互通水断面增加，但惊未来好大雨。干部局指出，真正因为物料大起，加上欠工，工程流标真侪摆。不过市府评估改建的重要性，重新检讨对家预算，才总算决标。今日新闻，阮是采访报道。